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惊狂的车祸。早起8点外上班的尖峰时间，发生伫台北市的中山区，有一个69岁太太倒伫个外线车道的中，规个人是互搞甲变，已经明显死亡。讲这位太太的身躯有互车辆搞过分热，警方调监视器，找到敢若是弄着人的公车司机。也毋过司机讲，伊毋知影有搞着人，所以直接甲公车驶走。警方即卖正咧厘清车祸的原因。公车到站，乘客随也随入车，查某人为后壁门离开，原本行伫咧人行道，所向向为倒平车路行过，车头的行车记录器翕到查某人的上尾身影。往内的汽机车驾驶经过拢放慢速度，唔敢相信外车道的大路中倒一个查某人已经无伫电动，干那已经去搞死。我身上应该是有被车碾过了痕迹，有轮胎痕，感觉像是或是在地上有擦过的样子。没有任何的车辆停留，只有大体跟警消在那边，看起来像是先下来，然后有可能再被车经碾过这样。警消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查某人已经过身，无送到病院。警察伫监视人员赶到位进前大片影砸毁体，嘛调监视器画面，因为敢若是公车甲人弄着倒走。查某人为公车后壁门倒车，就为车头要驶过中桥弄。今日透早8点半左右，台北市八德路二段外境复兴南路路口，上班时间车辆真多，司机敢若无注意到查某人为头前驶，过程中公车的尾流佮吐悬起来，敢若去搞着啥，毋过司机无停落来，颠倒是后壁的汽车驾驶看到查某人倒伫咧涂骹，随打灯啊拍方向灯，碰撞一名行人未下车查看，涉嫌肇事逃逸。这件车祸就发生伫咧台北市中山区，真侪驾驶骑车的民众看到拢惊死啊！警察通知公车司机到案说明，不过伊讲唔知影有去弄着人，才会直接驶走。警方局长嘛强调，司机酒测达零正常休假，无超时做工课，或者是疲劳驾驶。讲查某人行到车头视线死角，司机绝对唔是超过伊要逃走，嘛呼吁乘客千万唔当伫咧公车牌仔附近弄大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